双连拍吗？廉价来高雄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台湾灯会的行程，赶紧跟着我走。主灯凤彩飞舞优美展示，但除了主灯之外，周围还有哪些精彩作品呢？半圆形的装置艺术在水面倒影出完整的圆，在夜晚中犹如进入奇幻隧道。这是澳洲的艺术家创作的作品《好莲月色》。台北市台湾经济作物的菊花，藏伫作品当中，大人囡仔拢真介意，嘛泡泡对灯会作品的刻板印象。特别的，因为我们刚好饭店是离爱河比较近，然后现在就过来这边看主灯，这样觉得他们很厉害。从市政府官方账号，然后都会讲哪里可以比较好的观赏方式。除了维武营真精彩，爱河湾这边嘛真水。使用自动化晶片，出动20多支机械手骨进行声光的表演。首创以 AI 人工智慧表演出人类武术、舞蹈和机体行为的表演，用机械手骨夹光剑，看起来那千手的观音，结合文化和科技。若是想要看到这个作品，会使趁28年假来到高雄来一抓灯会的旅行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